大家好啊，又到咗鬼靈精怪講故事嘅時候啊，而你只需要用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收聽一個精彩嘅鬼故事。咁麻煩各位聽眾記住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因為有你嘅支持，我先會走得更加遠嘅。咁而家故事開始。將軍澳係一個填海嘅堆填區，而佢亦都係一個住宅林立嘅地方，亦都係華人永遠墳場嘅所在地。人口嘅結構亦都相當密集，咁所以呢度發生好多鬼故事，亦都不足為奇。好多人覺得熱鬧嘅地方就未必有靈魂嘅存在，咁但係又係咪咁樣呢？響你身邊來來往往嘅又會唔會係人呢？有啲人面如死灰，有啲人就容光煥發，你又有冇留意到呢？咁你自己又屬於邊一種啊？而經過嘅靈體你亦都未必察覺得到，大家生存嘅空間維度亦都唔一樣。去到燒味鋪嘅時候，又會唔會好似電影咁樣，佢哋會響度奶叉燒呢？人係用口進食嘅，咁鬼魂呢？有人話佢哋會用鼻去吸，亦都有人話佢哋用口嘅進食，咁你又相信邊一樣呢？但係大家生存嘅空間都唔一樣，你唔犯我，我亦都唔犯你，但係點解有啲人會撞鬼呢？係因為佢哋有陰陽眼啦，定抑或搭通咗天地線啊？呢啲都係大家無法認知嘅事情，就係因為咁樣，大家先有興趣去探索一啲神秘嘅事物。而正所謂人生無常，有啲人死於非命，佢哋又知唔知自己已經離開咗人世呢？當佢哋唔知嘅時候，佢哋會停留咗呢個空間，就變成我哋講嘅遊魂野鬼啦。而佢哋唔知道自己離世嘅時候，無常更加唔會接走佢哋。所以有好多有善心嘅人士，佢哋每逢7月14都會燒街衣、冥鏹同埋拜祭呢啲遊魂野鬼，而希望佢哋得到一丁點嘅解脫，同埋早日去投胎。有人話最猛嘅地方係響將軍澳，但係你問我，我覺得全香港每一個地方都會有。如果唔係咁嘅話，我又點會每一區都講到一個鬼故事俾大家聽啊？講到呢度，希望各位聽眾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先會行得更遠嘅。而我錄呢集嘅時候，訂閱嘅人數啱啱過咗100，雖然係好少好少好少，亦都微不足道，但係都係一個好好嘅鼓勵，多謝各位。咁而家繼續故事開始。有人話響將軍澳嘅馬路上，經常會見到一個伯伯嘅出現。特別嘅係佢出現嘅時間通常都係夜晚，有時甚至乎係凌晨2、3點。而佢衣着嘅打扮通常都係一貫嘅唐裝衫，同埋戴一頂卜帽。而喺佢身上邊通常會掛住一隻時間唔會再喐嘅陀錶，所以佢經常都會問人哋依家係幾多點。究竟佢係停留咗自己嘅空間啦，定抑或真係想問時間呢？而照佢嘅衣着打扮嚟睇，相信佢係民國甚至乎係清朝時代嘅人。住喺附近嘅人亦都有話過，佢突然間會消失喺空氣之中。而最奇怪嘅係，將軍澳亦都有好多單車徑嘅，有啲人嘅單車後邊係有座位嘅，所以當佢騎下單車嘅時候，突然間會 feel 到一啲重量。會唔會就係咁啱嗰個伯伯坐咗喺度等你送佢翻屋企呢？其實呢位伯伯都仲未去投胎，我相信佢都有個心願未了嘅。咁佢嘅心願又會唔會係一直等緊佢嘅屋企人去拜祭佢，同佢講一聲道別呢？定抑話佢想翻去附近嗰個墳場啊？如果大家住喺將軍澳嘅朋友，不妨喺呢度附近留意下，會唔會有佢嘅出現啦？好啦，咁今日鬼靈精怪講故事第33集將軍澳鬼魅人間就暫告一段落啦。希望各位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因為有你嘅支持，我先會行得更遠嘅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